来看选前最后的冲刺，蔡英文昨暝到新竹甲桃园来举办造势暗会。蔡英文致辞的时阵讲，抽到3号受意义的，就是3张的选票来互台湾，嘛来经体对手，一直拢敢若有发大财这句话。蔡英文讲，这场的选举毋若是选举尔，更加是一场价值的选择。 总统蔡英文的车队昨透早为中华出发，暗时到新竹县政府广场为总统甲立委的选举冲票。去年中国政府提出“一国两制”台湾方案，我们的答案很清楚，就是3个字：不可能。台湾人选择民主，台湾人选择自由，台湾人选择跟全世界站在一起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 新竹造势晚会一日结束，蔡英文随赶到昨最后一站，也就是桃园杨梅的阳明夜市，替民进党造势，同时批评对手。马英九总统至少还有一个目标叫633，可是我的对手只有一句话，叫发大财。 拿邮票，拿展开攻防战，蔡英文的车队扫街一路上北，估计伫选前之夜回防双北，选前将人气变成选票。